光華日報係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嘅中文報紙之一，由孫中山先生於1910年12月喺檳城創辦，旨在團結海外華人支持辛亥革命。該報歷經多次變遷，現為北馬地區主流華文媒體。是我們現存能夠找到最早的一期的《光華日報》，它是存在這個中國中山市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裏頭了所以當年我們到那邊去訪問的時候，看到這份報紙的話，真的是快要流出眼淚了，可以說是認祖歸宗了證明《光華日報》的確是孫中山先生一脈相傳的他的親生兒子。115年間，報社經歷咗戰火洗禮與時代變遷，始終堅守住傳播真理、凝聚華人力量嘅使命。每日下午4點，印刷機嘅啟動風雨無阻，油墨喺紙張上流淌出時代嘅印記。作為一個華文之報呢，它必須要很關注像華人社會、像華校的這些發展等等，也要做一些像一些文化活動就是我們由報社呢來主辦一些文化的活動，比如說是作文比賽繪畫比賽之類的，來推動這個華文教育，推動學生對華文的一個興趣啦。呢一份承載住革命血脈嘅報紙，喺數字化浪潮中依然保持初心，既記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嘅脈動，亦連接全球華人嘅文化根脈。喺近年，光華日報持續推進媒體融合，以多平台、多媒體嘅方式傳遞時代聲音，讓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嘅理念喺當代持續回響。要像他們這樣，要深入民間，那麼要改變我們傳播的方式，大家有一種合作互動融合的這個必要啦。廣州同檳城兩地文化旅遊領域交流頻繁，潮汕粿條、海南雞飯等地道中餐隨處可見。2020年，廣州同檳城州檳島市建立友好合作交流城市關係，一系列經貿、文化、教育領域嘅交流活動，展現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城市雙向奔赴嘅合作新面貌。廣州朋友大家好我係光華日報嘅總經理李興潮我通過呢個頻道咧就歡迎我哋廣州朋友同廣東省嘅朋友多多嚟檳城旅遊食我呢度美食特別係榴蓮因為榴蓮喺馬來西亞檳城嘅榴蓮係最出名最美味嘅我歡迎大家。